今仔日是双十节，双十大典主题是民主台湾坚韧永续，嘛是总统蔡英文任内上尾一届伫大典发表谈话。回头先讲到咱台湾拍拼30党，家己打造长水蓝。蔡总统嘛讲到执政7党的成绩，针对两岸的关系坚守4个坚持。蔡总统强调和平是唯一的选择。 总统蔡英文入来最后一摆发表国庆文告，主题定为自信根本、国家前进，让世界因为台湾更加好。那第一部分无前进就倒退路，无奋进就方决定命运。蔡总统起头先就先讲到，江南国主经过30年总算做到啊。我们终于做到，我们的国防自主再跨出了一大步，国军不对称战力再向上提升。 我们更再次展现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决心。我相信，全世界更会认同海空军舰是为了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而破浪前行。面对区域情势，蔡总统强调，为2016年以来一直信守约束，维持现状。再一次表示坚守4个坚持，也强调两岸分歧需要透过和平方式来解决。 我要再一次强调，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。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，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。我们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为基础，以对等尊严为前提，以民主对话为程序，以维持现状为核心，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，以及和平共存之道。 在最后一年的文告中，蔡总统也讲起7年来政绩，包括婚姻平权、年金改革、甲基本工资条起定，感谢台湾人民，予伊2摆机会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。这几年来，施政有所成就，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。身为总统，我责无旁贷。各位国人同胞，蔡英文的任期会停在明年的520。 但国家要继续前进。蔡英文也发声，希望在选举的竞争过了后，朝野政党会当放下激情，内部寻求更加大的共识，对外团结一致。这是对国家的共同责任，用对台湾祝福来结束。台湾加油，中华民国加油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